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5月2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发生在四川省宜宾市的一场大火。很多网友恐怕已经知道了，咱们说的是哪一场大火前2天四川省宜宾市的一家纺织厂发生火灾。这个火灾与往常的火灾不太一样，它在网络上掀起了不大不小的一场风波很多人关注，很多人讨论这个火发生以后我没有这个第一时间来评论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网上信息太多，各种传言太多我没有办法分辨。那现在呢，似乎这个真相浮出了水面，地方政府有关部门都出了通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讨论讨论，分析分析这到底怎么回事。发生在四川省宜宾市一家纺织厂，这个火灾伴随着这个火灾，在网络上呢是前员工被拖欠800元，然后是纵火报复老板，对吧？这个在网上广为流传。纵火嫌疑犯的违法行为意外获得不少网民同情，很多网民拍手称快，很多网民觉得很解气，甚至有网民尊称他为800哥，有人认为他为底层的这个牛马出了一口气。当然了，也有很多网民认为他这个不理智，是犯罪行为。位于宜宾平山县的四川叫锦玉纺织有限公司，上周二就是5月20号传出火情，这个火还烧了1天多1天1夜吧。国内媒体华商报引述目击者称，这场大火从当天中午一直烧到晚上，现场浓烟滚滚，烟雾腾起数十米高，棉纺厂起火，这个确实火候火势更难控制。根据报道事发后有网民称该纺织厂一名员工被拖欠1个月工资，他去找相关人士理论时发生争吵，遂持刀将对方捅伤，然后用汽油将车间布料点燃。平山县公安局上周四，也就是22号凌晨发通报证实，当地上周二12时发生一起放火案就是纵火案了。27岁的文姓男子当天上午前往一纺织厂车间点火，引发火情，后被现场处置民警控制。这个通报称由于车间内棉纺物较多，现场灭火难度大，经全力扑救后，火势已得到控制。经排查，火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文姓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正对其犯罪动机、作案过程、损失情况进一步调查核实。这是警方在这个火情发生2天后，也就是20号放的火，22号发的通报，这个中间为什么会隔2天？所以这个是个疑问。与此同时，在中国各大社媒平台上，有关文姓男子是被克扣拖欠工资800元后纵火的消息广泛传播，让他的违法行为获得大量网民的同情，还获得800哥、八爷、八哥等封号。不少网民称文姓男子是人民英雄，认为底层工人长期受压迫剥削，维权困难，800哥点燃了打工人的怒火，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相信这场大火给全国工厂的老板上了一课。一些人甚至提出为800哥家属捐款、筹资、请律师等。但同时网上也有网民指出，这个800哥宣泄怒火的同时，厂里其他员工、其他的家庭生计也随火燃尽，也就连累了很多无辜的人。这个本质上跟那个报复社会没什么区别也有人说这个人太可恨，应该严惩。但是反对800哥的行为的声音很快遭到反驳，被批评是公贼发言，给资本家洗地。面对网上的舆情甚至这个面对同情这个纵火犯汹涌的舆情，这就比较尴尬了。平山警方23号，也就是第2天，再发布第2份警情通报，称网传纺织厂克扣拖欠800元工资不属实，呼吁网民勿信谣传谣。这个警方的第2份通报说文姓男子自幼因家境、辍学等原因较为悲观自闭，辍学后随父母外出或独自打工。今年春节回到宜宾老家，
他在3月1日经人介绍到涉事纺织厂上班，从事普工岗位，合同约定试用期3个月，每月25日支付上月工资。通报指出文姓男子4月30日向主管申请辞职，5月15日办理完离职手续，扣和剩余5370元工资结算后，当即提出现场支付工资要求，财务经办人员同意提前发放，随即按规定走审批流程。文姓男子当天返回家中，再次联系主管要求支付工资未果，便产生报复念头，于是在上周二到纺织厂放火后，又持刀将一名财务人员刺伤。那根据这个通报这是警方的第2份通报，文姓男子事后供述称，辞职是因为产生轻生厌世的情绪，急于拿到工资给母亲后自杀了结，因自身愿望未得到及时满足，遂产生破罐子破摔念头，用报复企业的方式自我了结。他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这是平山县警方第2份通报。那么这个宜宾市公安局上周五他也发了一个通报，对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因800元工资导致杀人放火的消息的康姓男子，发布平山纺织厂一员工因800元工资放火点燃工厂的何姓女子，以及发布平山纺织厂一员工因800元工资讨要未果被打后纵火烧厂的罗姓男子，分别处以拘留6日行政处罚、300元罚款以及教育训诫。也就是宜宾的警方对这个社交媒体上这个散布这个谣言的进行了惩罚，拘留的拘留，罚款的罚款。即便警方这么一处理你看2份公告完了之后，还对这个造谣的传谣的进行了打击，但是这个网络上还有好多质疑的声音。警方上述通报中的诸多细节也进一步加深部分网民对这个文姓男子的同情或者叫共情你比如说，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说就是通报中说被拖欠工资不发，几次3番找财务要也不给，这种现象叫做自身愿望未能得到满足。这是网友的这个质疑还有网友说反转了，不是拖欠800，而是拖欠5000多元。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旗下访友网上周6就是24号发文称，这起极端个案的纵火者年仅27岁，当前纺织工人主力军已转向90后和00后新生代劳动者，对平等尊重有更高的要求，若仍沿用家长式管理，极易导致矛盾积压。访友网这篇文章认为，纺织工厂12小时2班倒，节假日形同虚设的用工模式仍未根本改变，这种用工生态直接造成行业吸引力下跌，迫使企业在招工时饥不择人也就是说，他需要用人的时候，他条件放得很低，急于把人招到，因为不好招他这个条件确实不好招人，这最终将一些未经筛选、存在心理异常的人员留在公司。这个文章也指出在外贸承压、内需不振的当下，中国纺织业正处在库存高企、现金流短缺的经营困境中。涉事企业所在的四川纺织企业普遍处于订单萎缩状态，资金链紧绷。这个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旗下的这个叫访友网他发了这篇文章，他主要是从行业角度，这个纺织行业非常困难，当前的困境第一个这个利润不高，所以他这个岗位没有什么吸引力，招人的时候就叫饥不择人，没法认真筛选，就把很多恐怕心理有问题的招进来了。即便这样，这个纺织企业就是这种纺织厂库存高企，现金流短缺。那我们再把眼光扩大一下，这种欠薪的这个现象难道仅仅是纺织行业吗？对吧？纺织行业更突出一点，实际上其他的行业也好不了多少。欠薪潮下，劳工抗议频发，各个地方时有发生这种因为工资没发全、集体欠薪等等导致维权。根据这个有些外媒报道说是去年11月份报道说，中国企业欠薪问题日益加剧。虽然劳资纠纷在中国并不罕见，但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此类事件正在增多。我们看到很多
啊，这个有的地方这个是医院的医生，对吧？集体维权，他们欠薪半年，欠薪2月，还有这个清洁工等等吧，这些咱们节目也报道过，各个地方时有发生。总部设在香港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在社媒上搜集整理并校对后的数据显示啊，对过去6个月里，全中国已发生1104起劳动抗议活动。这个就是他通过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对吧？有很多地方维权呢，那不就很多人发短视频吗？他们就统计这个社交媒体上这些事件，说啊，过去半年全国发生了1104起。他这个数字未必准确啊，但至少说明这个现在欠薪啊，确实已经不是偶发事件了，几乎都是由被拖欠工资或其他与薪资相关的不满导致的。说这一数字已远超2022年全年约700起，也就是这个数字不一定对，但是它这个趋势，对吧？越来越严重，这个趋势还是能看出来的。也就是社交媒体上关于讨薪、关于这个维权跟薪资相关的维权的这个短视频是越来越多。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5月4日称，今年第一季全国共办结工资类违法案件151000件。你看，这个就是劳动仲裁啊，你从这个数字也能看出一些问题啊，为662000名劳动者化解欠薪81亿元，这仅仅是今年的第一季度啊，那就66万人因为欠薪的问题，因为工资的问题，对吧？把这个公司给告上了法庭。甘肃、内蒙古、重庆等多地近期也纷纷召开治理欠薪工作会议。甘肃上周五啊，也就是5月23号，全省治理欠薪工作推进会议指出，治理欠薪工作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意义十分重大。通常啊，以我的经验呢，那个治理欠薪，对吧？对这个欠薪啊高度紧张，一般都是年底，每年一到年底啊，那就是都是要求这个必须要把这个农民工啊，把这个底层的这个欠薪要结完。这很多地方这个都是死任务，保民生啊。所以一到年底，这种欠薪的这个宣传报道、这些政策、这些动作就比较多啊。治理欠薪啊，我们通过短视频啊，通过社交媒体，确实也会发现很多啊这个欠薪现象，而且这个欠薪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个行业啊，甚至那种我们通常说叫吃财政饭的，或者吃财政饭有关的。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啊，这个清洁工，虽然他们属于外包单位，属于第三方，但是这个他们的收入也是来自于政府啊，甚至还有这种医院，对吧？医生算是有编制的，医生也欠薪。咱们职工啊，一旦遇到欠薪，首选是仲裁，劳动仲裁啊。但是有很多企业啊，他已经到了欠薪那个地步，你去劳动仲裁没有用，劳动仲裁他只能说他欠你钱，但是能把那钱拿到手，对吧？这是两个概念，所以就会让很多这个被欠薪的职工啊，他觉得跑去打官司，一时间长，他没那个精力；第二个就打赢了就要不到钱，所以很多这个走投无路的这些工人啊、牛马，他就倾向于啊用那种极端的方式讨薪，对吧？那随着欠薪的啊越来越多，那是这种走极端的，对吧？它是有一定比例的，所以它必然会也增加。那么这个就对社会稳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现在这个各个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啊，对这种美化、歌颂这个纵火犯的啊的这些言论，对这些这个节目，恐怕都是进行这个处理，进行加以限制。但是效果怎么样呢？这很难说啊。所以我今天我来谈一谈这个欠薪，谈一谈这个你拿不到工资怎么办？谈一谈这一次啊这个棉纺厂起火事件，或者叫纵火事件。首先这个事情发生在是一个大背景，对吧？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背景就是企业都很难，但是有人就说了，那你企业难，那我职工更难。所以这里面就要互相体谅，因为我们啊这个从小啊接受的教育就把劳资啊搞得非常对立，对吧？这老板这工厂他就是资本家，资本家就是剥削，就是肮脏的。就他现在人比较分裂啊，他不知道这个这些资本家才给自己提供的工作岗位，才让自己通过劳动能赚到钱。如果没有这些资本家，没有这些工厂，没有这些小餐馆，没有这些这个对吧到处贷款借钱办企业的，没有他们，你在哪儿上班呢？你还能玩泥巴，对吧？你只能去种地啊。所以我们以前这种教育啊，导致大家比较敌视啊这个资本，这个实际上不对的。资本家啊本来他没有什么好坏，对吧？资本的属性没有什么好还是坏，实际上它是个工具啊，利用好了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这个确实啊，这个企业家、民营
企业家或者是其他的老板有好有坏，对吧？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所以有人就借着这个纵火啊，就发泄情绪，发泄的就是这种情绪。人和人之间缺乏理解，缺乏谅解啊，这是大背景。那结合上现在，对吧？这个经济形势不好，对吧？具体到这些纺织企业呢，他们现金流压力更大。前一阵子也是贸易战，对吧？外贸转内销，说不定本到很多这个外贸订单，对不对？积压到国内了，销也销不了，所以加剧了这个现象。第三个啊，就是这个企业啊，对吧？它有它的规章制度，它招工的时候啊，都签了合同。这个合同约定啊，25号发工资，发3个月的工资。大家也知道啊，有人就希望啊1号发3个月的工资，有人甚至希望日结、周结，对吧？一天结一回工资才好，对吧？有的认为周结更好，1周结一回，或者是1个月结一回，那1个月结一回指的是，对吧？1号、2号结3个月的工资。但是啊，有很多企业它规定的就是，对吧？15号才结3个月工资，25号才结3个月工资。如果他没有违反劳动法啊，你也不好说他什么，这就是人家的规章制度。你来的时候你签了协议，你认可这个制度，那么对吧？你辞职走，他也要等到25号给你发工资。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这个文姓男子啊，他是4月30号辞职，5月15号才办完离职手续，他15号就要那个5370块钱。这个从他和那个工厂啊签的协议来说啊，他这是不合理的。那警方说他是个人愿望，这没毛病，是他想提前拿到这个钱。这工厂的财务也同意了，说走流程，这个流程走到5月20号，对吧？还没走完，这个人等不及了，这么个事。我觉得啊，不能说工厂有问题。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旗下的这个防友网啊，他这个文章评论说的比较这个委婉了，因为这个企业啊招工的时候饥不择人，最终将一些未经筛选、存在心理异常的人员留在公司。说的不好听，就是容易走极端的人，心理有缺陷也被招进来了。你看他啊，这个文姓男子他要自杀，他不想活了，完了等着这个钱拿来给他妈，你说这都叫什么理由？是不是应该对他进行做一个这个精神鉴定啊？所以很多网友支持他啊，说什么啊，你看看签的不是800了，现在签5000多了，对吧？原来不是800是5000多。还有很多人说啊，说什么这个他要工资是理所当然，持这种说法的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把自己和这个资方啊严重对立。实际上你这个不按合同来也是无理取闹，对吧？你不能说你是打工的，你是牛马，你就有理。入职的时候经人介绍入了职，你签了协议，签了合同，就得按合同办。所以我是不支持这个文姓男子的啊，这个不仅太极端，而且社会危害性特别大，对吧？你个人的一点愿望达不到，那马上就报复社会。他这个纵火烧厂，这不就是报复社会吗？对吧？这和那个我自己啊，我受了委屈，然后我就跑到学校门口，对吧？我跑到哪个什么公共汽车站，跑到人多的地方违法犯罪，跑到体育馆违法犯罪，你这不就是报复社会吗？这有什么区别？所以有很多网民啊，心里也扭曲，本身自己受到冤屈或者自己受到不公，他没地方表达，然后他就借着这个啊，这个人放火，他就来表达宣泄自己心中不满，完全不顾这个事实。当然了，也有一些人啊，他本身他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所以他在里面煽风点火，拱火浇油，造谣。其实这很多人啊，他是确实是精神分裂啊。他在苏州啊，对吧？那个有个校车的这个女工啊，不是为了救这个校车上的这个小孩啊，对吧？是个日本小孩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是支持这个女工的，但是到这个事件中啊，面对纵火犯，他又支持纵火犯，所以我觉得这简直就是精神分裂，没有什么价值观，对吧？他的价值观他是纯粹就是随着自己的心情啊，随着自己的这个情绪。在珠海那个体育馆，对吧？那个惨案，他谴责那个肇事者，那个凶犯，到这儿，他又赞扬这个纵火犯，确实啊，我理解不了。所以这个宜宾啊，这个火灾这个事情放火啊，我没有第一时间评论，就是因为啊，我不知道这里面到底什么情况。所以啊，到现在为止，我不觉得这个文姓男子啊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地方，有什么值得提倡的地方。我们现在一方面说啊，这个就业难，那你怎么解决就业难呢？那是希望更多的人出来创业，希望更多的人，对吧，去办企业。你只有更多人创业，更多人办企业，你才可能提供工作岗位啊，你才能就业变得容易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如果对这些企业家，对这些资本，对吧，这么仇视，这么不友好，
把你所有的不幸、你所有的不公，你都怪到这些人头上，这个实际上不利于这个解决就业啊，对吧？这是个矛盾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要说一说这个老板啊，这个工厂一直看我节目的都知道，对吧？我从这个2022年，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正好啊，全国正好发生好几起惨案，大家还记得吧？这是北京联通吧，一个下属把上司的脑袋，而且还是个女的，对吧？上海是一个厨师把餐厅经理也是上司，非常惨。还有别的案子，就是短短的几个月里面，我记得我做节目我都说了，作为老板啊，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作为那个小领导，没有必要啊激化矛盾，对吧？没有必要把好多事情抠得那么死啊。就像这个文信这个男子，对吧？他辞职了，他急着要钱，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啊是难，但是这几千块钱不至于没有，对吧？人家离职了，你也没必要说非要拖到25号发，手续办完了把钱给人家，因为现在，所以我说要互相体谅，就你也得体谅这些劳工，对吧？这些底层的牛马不容易，你当然可以按照合同来说，我非得25号发，但是现在这个环境下，企业难也得考虑到职工更难，所以能解决尽快解决。我记得我在那些节目里面我都说啊，你这作为一个小领导啊，你千万不要事的，你把矛盾啊，本来是员工啊跟企业之间的矛盾，你把变成员工跟你之间的矛盾，那员工拿企业没办法，你这个文信的啊男子他纵火，但有的人他拿企业没办法，他只好拿你，对吧？他认为你挡了他，哎，这个文信男子他把人给捅伤了，就是这个道理啊。我就认为这个企业这个主管的这个人呢不灵活，和谐社会啊，对吧？没有必要这么轴啊，对吧？你认可了要付他5370块，他想马上拿到钱，该怎么办呢？对吧？这些小的矛盾，如果你不善于处理，把它激化成一个大矛盾，天下未乱，属先乱了。所以我的观点啊，就是劳资双方要互相体谅，你保不齐就会遇到这些走极端的人。你看他本来就不想活了，哎，有人就说了，哎，给这个人方便，给他提前发，那是不是别人得了效仿？这不会的，对吧？这人人都有特殊情况，这个文信男子他就是特殊情况，在不妨碍企业正常运营的情况下，你给他提前发了，又能怎么样？随着这个经济啊越来越难，随着就业越来越难，这些劳资矛盾一定是越来越突出，而我们每个人必然会牵连其中。我们要么就是劳动者，是那个被欠薪的对象，或者被降薪的对象，要么我们就是那个小头目，对吧？管着几个人，或者管着一个部门，或者管着一个厂，管着一个企业。所以我们啊，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我们恐怕都要深陷其中啊。那我们就怎么面对，怎么处理这个矛盾？我们如果是被欠薪的，那你不要走极端，对吧？你要冷静下来评估一下，是他不愿意给你钱，故意刁难你，还是说确实就是规章制度，到点他会给你，对吧？这是不同的性质啊。如果到点他肯定给，那你就等吧。啊，如果你觉得他是恶意的，他就是不想给，就是想压榨你，那你又得判断这个企业他有没有钱，有没有资产。如果有，那你马上仲裁。告诉你，仲裁就是10块钱呢，仲裁的费用只有10块啊。而且仲裁一般的都是，你只要你的这个证据确凿啊，你的诉求比较合理，一般的仲裁他都会从快啊，而且都会支持劳动者，就是你的诉求合理啊。这个仲裁一下来，然后你拿这个裁决书啊，你到法院去强制执行，对吧？只要这个企业不是那个叫破产啊，破产也会先给你钱，企业破产了也先给你钱，你的债权优先，职工债权优先啊，所以你那3瓜2枣的不可能欠你啊。如果企业没破产，那法院强制执行。所以说啊，你如果认为他在克扣你，他在压榨你，你就赶紧申请劳动仲裁，你不要去走极端。现在企业倒闭的很多啊，破产，但是你只要仲裁一下来，裁决书啊一出来说这个企业欠你18000或者欠你26000，他破产他也得给你。现在问题是在哪儿呢？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仲裁呢？一个是时间长，第二个呢什么呢？第二就是这个企业他没钱，他又不破产，就他拖的时间就更长，让你难受。你比如恒大吧，恒大你说他有钱吗？他没钱，完了之后他也不破产，到现在没破，所以说你要他要欠薪的话，他就这么拖着，不好解决。哎，这也是现实情况。但是他总有一天要破产，对吧？他这么拖也不是事，拖个5年，他肯定还要破产。破产他的优先解决你的职工债权优先。那作为这个管理者啊，或者甚至你是企业老板，对吧？这个时候也要体谅职工，有钱啊，痛痛快快给人结了，没必要说
非拿着流程，对吧？拿着什么那合同非卡，哎，我现在不能给你，我非得等到什么时候给你，没有必要。不要把这小矛盾变成一个大矛盾，不要把这个，对吧？本来是经济不好的矛盾变成你们私人之间的恩怨，矛盾转移了，保不齐你就遇到一个走极端的。所以借这个节目啊，我是提醒大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难免啊，因为在这个经济下行过程中啊，要么你是也可能变成被裁、被欠薪、被降薪，也就是觉得很委屈的，觉得自己权益得不到保障；要么就是你是管理者，你是小老板，甚至啊，有人是对下他是小老板，对上他也是受压迫，就是打个引号啊，就是自己觉得委屈，对吧？自己觉得权益得不到保障，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记住啊，叫与人为善，不要受网上那种极端情绪影响，那种极端情绪那种宣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你啊错上加错，对吧？只会让你越来越极端。确实网上有一些人他这种宣泄啊，他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啊把心态放平和一点。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